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基本语复习类嘅节目。基本语嘅好生活事件吼，然后大家来了解咧，你做咧讲西门你大把是往界嘅时间吼，会发现讲哇，你下吼，就推翻又动到间细细嘅点呢，你行落去嘅时间会知道讲哇。第五度牛有按到冻酱嘅东西，像係手袋啊、泥板啊、拍脸了啲東西，又係講你往界時又發現講兩幾年其實呢個蚊蟲嘅紅藥也做到以後，所以基本呢你小解一隻協會小解了隻協會到底做乜嘅事情？等下看是啲咯，所以使到咧分享你見解裏邊，解釋係你台灣5年協會嘅歷史潘水靜分享。大家好，我係台灣女藝協會理事，我係潘水靜哦，很高興來到那個福氣來了，跟大家打招呼。分享呢個歷史吼，聽你來分享嘅係呢個線上，佢係一個藝術嘅創作者，是係呢個妮瑪老師。大家好，我是北美串珠教學老師妮瑪，很高興來到福氣來了，跟大家打招呼。歡迎哦！你的理事長係哪邊人？是我是理事長，都新竹北部新竹北部嘛，北部人吼，所以兩下全部帶到台北嘛吼。係啊，哇！即當難得做得上節目，老大家用行業來老大家打嘴鼓。係啊，平常時當少講下咧吼。都冇卡以前還有講啦，吼，而家都台北是好少講吼，所以話基本很好，當好做得老大家你難得用行業咯，你鄉親朋友咧打嘴鼓，又做得好好咧，小解你嘅台灣5年協會。等下講到鄉親朋友講，你要到底係乜嘅協會吼？談起來名動貼片哈。對，我們的這個妮瑪老師是語藝協會的理事，然後也是我們的創作老師，對，然後也其實就是藝術創作者，哇，對不對？可以這麼說？不敢，老師還有很大的空間。所以其實現從你做得看到東道嘅作品是係你歷史帶來嘅，也係你妮瑪老師帶來嘅。我們現場有一些作品是老師帶來的，對不對？我剛才一進到這個攝影棚的時候，我一看到老師這個作品的時候，有稍微驚嘆了一下，驚呼了一下，就想說，這個看起來就是很漂亮的東西，但是你仔細一看，它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這個珠珠，它全部都是小珠子穿出來的。對，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這應該很傷眼睛吧？還對，稍微要保養一下，稍微保養一下。對，而且來上節目之前，這個信上還講，哇，這個昨天晚上抽網布，哇，還串了這個身上這一個鏈子，串到凌晨2點多。對。你串這樣的一個項鏈要多久的時間？基本上其實這個東西它沒有辦法一氣呵成，所以可能就是抓一點時間做。但是其實像這種大型的作品，其實10幾20個小時是正常的，是正常的。對，所以是很專注的時候，大概花這麼長的時間。就是抓一點時間這樣做。對，因為在現場哦，其實像剛才我們一看到這一幅，對不對？像一開始看到的這個項鏈，這一副項鏈，哇，它的顏色非常的漂亮。對，然後我們就覺得這個看起來就非常的豪華，我們可以這麼說，從凍匠啊，因為哇就好正式的場合誒，是這裡做的熔豆誒一種改排練。像老師這個東西是您自己的創作，對不對？對，基本上其實這個東西可以完全走創作，就是不需要 copy 人家的東西。那相同的，你的東西也不容易被人家 copy。對，所以那老師像這樣的作品，你就會只有一幅嗎？對，像這種比較大件一點或者比較複雜一點的，不會想要再去做第2件。所以換句話說，如果說我今天買了老師這一幅作品的話，出去其實就不會跟獨一無二，對，就獨一無二，對，就是女王，全世界只有這一條，只有這一條，對不對？所以對老師來講，像現場還有很多，像這一幅。這一幅也是全部都是老師的創作，對不對？像這一幅對我來說，它這整個就是它的這個顏色就非常的春天，對，非常的春天。可是不一樣的地方是，老師其實這個是一個很特殊的技法，對不對？昨天講嗎？它是一個叫做北美串珠，北美串珠的技法。對，那我還去查了一下這個英文單字 big word，對不對？其實為什麼叫北美串珠技法？
因为它这个技法呢，它是其实在北美已经是流传数千年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技法。那所以它是集结了北美很多原住民族他们在传统穿珠子的一个工艺集结而成的。那只是说现在加上就是传统的技艺加上现代新的一些元素，那个结合出来的一个设计，对，所以我们去看以前，其实那种北美印第安啦，或者像埃及人，他们都会戴那种很华丽的一些珠子的饰品。其实现在的这种技法就是源自于他们当初穿珠子的那些工艺。对对。所以现在他们还是一直在延续这样的一个工艺，这样懂吗？对对。那这个它其实在北美是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手工艺术。对。很容易看见吗？很多。对，在美国、加拿大那个地方，它其实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所以它在不管是在比赛啦，或者是说在很多资讯、在材料上面都是非常的丰富。那甚至在学习的人口上面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很多都是那种老爷爷老奶奶戴着眼镜还在做的。真的吗？对，所以我说。动伤眼嘛，可以活化细胞。老师，我开玩笑的，就是因为其实要强调的事情，是因为做这个其实要很细心。对，它其实可以让我们比较沉稳、比较专注。对，你看老师讲话就不会得忧郁症哦。而且可以一直不断的创作，一直不断的动脑，也可以预防这个老年痴呆症。是没错，真的。历史总起刚也很喜欢用改东西吗？我嘛去嘛又到老师好吧，又老欣赏好，两位两位老师的作品也是小件的，对，那也是很特别。那你去干走狗吗？你去干走狗一跳吗？有走啊，不是只有看老师做，干嘛又骑走啊？哦，真的。所以老师为什么会接触这样的技法？其实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缘分。我在民国96年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从加拿大来台湾做教学的老师。对，那因为那时候台湾在北美穿珠这个市场几乎是零，对，所以那个老师他是台湾人，10几年前移民到加拿大去。那他在加拿大就是从事这样子的创作跟教学。那时候有感于就是台湾市场就是有很大的空间，所以他就拎了一个皮箱来台湾做教学。那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因为它有一个相当的复杂程度，然后也必须要花一些时间学习，那相对的也要付出蛮多的学习的费用成本，所以他那时候来台湾教学就是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子的理想。可是当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实在第一个太美了。那再来，因为台湾的市场是零，所以我有很大的空间，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全心全力的倾家荡产的投入来跟他做这样子的学习，所以我那时候就是非常认真的学习，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把所有他的这个技法都学习下来。对。那老师现在应该也很多学生。对，我从事这个部分的教学大概已经将近有6年的时间了。对对。真的，可是因为根本好批评嘛，因为今天来到两边，其实除了少改欣赏改作品之外，其实应该说这个我们其实台湾语艺协会、台湾语艺协会，其实跟老师其实现在好像它是一个平台。是不是？就是说，老师其实今天我们特别跟观众朋友来介绍这个作品之外，更重要的事情是，其实现在老师也是透过语艺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更多人来认识这样的一个手工艺品。嘿，安用走这样讲嘛，吼，对，所以懂台这个台湾语艺协会嘿嘛个东西，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平台？应该说，台湾礼仪学它其实是一个，我们把它建构成是一个通路。所以讲通路，通路啦，然后这个发源啊，就是说，我们的一些前辈们嘛，大概7、8年前，他看到在韩国其实就是有叫做女性企业家协会，女性企业家就是企业家协会，对，然后他们也是在做类似这样子，就是协助有一些资源嘛，就协助创业这件事情，就女性的一些创业的一些通路。那还有协会以前的前辈嘛哈，可能因像马当好嘛哈，可是台湾什么因为刚才组织对协助嘛哈，所以其实讲该种因是决定了哈，就是来组成这样子一个协会来
建构这样子一个平台，做成这样子一个通路，协助单亲妈妈啦，或是弱势啊，或是2度就业的一些妇女们。对，他的对象是安样意思做的，它的来源是这样子的。所以简单讲，迄个其实是一只平台，然后佢就动某强嘅通路，所以係講像係10個青條婦嘅你，那係講唔加講到單親嘅媽媽啦，主要都是社會人士做嚟，社男人做唔得。以前很容易，就是说，早期加入的都是女性居多嘛，好多，对。那我们后续的话，就是有一些男生，我爱都蛮美讲歧视男性嘛，排挤啦，那么啦东西，开始又等于是认同 NWN 理念，好，觉得这个是其实对不管是对社会来讲，或者说就是帮助一些人，那就是大家认同这样的理念，然后就加入。对，那其实像我自己本身也不是做像类似这样手工艺或创作，那我本身也是做资讯行业的嘛，那也是认同这样子的就是理念，那我们就加入协助协会，然后建构好的一个平台，这种搭皮套要用啊，大家搭棚，大家是因为我都当过一次都表演哦。你这个比喻讲得动好诶，搭皮推哈，特别係我想到哈，你大家都講平推，去搭隻皮推，是從歷史講嘅吼，去搭隻皮推其實係一隻大家要嘛嘅能力，要嘛嘅做啲表演嘅，你講功夫，你是送你嘅皮推當你點你嘅功夫，所以你會從尼瑪老師會手工藝，所以就等於說你講5年協會是提供一隻安樣嘅通路，安樣嘅平推，其實更安樣嘅協會其實。可以说比较有机会，对，其实我们也不止就像工艺产业而已，那其实我们有一些文创的东西、设计的东西，所以就其实我们也不只是说只有手工艺这件事情。那我们当然我们就是想说刚才讲的，就是建构一个平台，让就是说他有想要创业啊，或者是想要就业，那可是没有地方去，那或者是没有一些资源，那我们就可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通路，是他开始的。当不你想要干嘛就可以做什么这样子，对。该以推当想做嘛，想跳舞是跳舞，想重构是重构，好精彩也是做在来到5年協會裏邊提供一通路俾大家來做生意啦，做這樣講吼要有隻機會做啲點功夫俾大家來分享，所以假你安樣嘅協會幾多年咧？大概7、8年咧，7、8年。該5年協會有幾年咧？你講我加入，係第一隻協會。第一隻協會大概也是8年啦，你喺年落去嘅地，7、8年2年啦，2年係嘛？所以鄉親朋友其實講起來咧，其實5年協會佢係一隻平台啦，做啲提出動作上嘅創業嘅人，所以到底還有乜嘅興趣嘅事情，然後還有乜嘅做啲分享，請鄉親朋友先聊下，你等下就做乜？